台中县府发这个好体，也就是呢好业处理施工，这个吊车的高啊去卡到台中捷运这列车动点动了未赴，造成一死10伤。台中捷运公布这个弄到时阵车厢内外影像，当时列车倒入站，这个吊车高啊都已经落落来，不过这个人客伊陆续咧上车甲落车，一直到列车我关门，佮驶行，其中过程差不多有20多秒，不过车外保全人员甲随车人员拢无警觉到，当这列车门关起来了，佮驶行弄到这台吊车高啊，弄一个真正力，车内人客呢弄一个东倒西歪，还有一个外国人随呢趴落去，做出预备弄到这个防范的姿势。这个过程，随车人员一直到发现讲，这个吊车高啊落来的所在。土粉蓬蓬，因才开始用无线电力通报，除了呼叫监控中心，嘛为这个皮包内底咧提出锁匙，准备要进行紧急的动电的作业，不过已经上班啊。车厢内底影像公开，当乘客听到“嘣”一声，紧行去头前看发生什么代志。乘客看到铁轨路顶有吊钩，惊甲赶紧徛起来，想要紧走。穿青衫的外籍乘客嘛，紧倒伫咧涂骹，两只脚吐伫咧壁边，用两只手保护敏感心脏。徛伫咧车尾的随车人员经卡互监控中心，伊嘛为棚仔内底摕锁匙准备停车，也毋过发现已经袂赴啊，伊嘛赶紧哭落来。台中捷运伫咧彰中道文心南路好业厝的厝尾顶，当施工的吊钩，从安尼为31楼飘落来，撼破捷运的机引壁道。吊钩怀疑插伫咧铁轨路顶，当起步的列车未赴达东啊，就安尼浪过去，车体规个严重损伤，喙皮四散飞，乘客嘛摔甲东倒西歪，搁一直出咧行。43岁加拿大查甫乘客因为紧做保护家己的动作，刚好正边的头壳遐小可裂伤，想到当时吊钩跌落来画面，嘛是心惊惊。We saw the crane hit, boom. We saw the cloud of smoke. Again, the train is still stopped at this point. So we're all going, oh my God, what the heck happened there? The doors on the train start closing, and the guy on the side is going, no, no, don't go. The man on the side was saying, no, don't start the train. The woman was yelling into her microphone. So for whatever reason, the train was stopped when we saw the accident. The train was stopped. Then the train started going anyway, and we drove right into the wreckage. 列车车门规片落去，车厢内底椅啊嘛弄甲规个刷位，玻璃嘛变做蜘蛛网啊。经过半暝修理，下早6点已经全线恢复通车。列车经过事发地点嘛驶真慢，啊，这个事故互1个人死去，10个人受伤。检警会阁收集相关事情，继续调查事故的原因。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